多谢。阿母坐伫地桌边，闷闷啊笑。伊讲：陈姓，我是阿杨的朋友，我要甲你认真开讲，你毋免伤紧张。陈姓讲：安尼敢对？我来找阮孙仔阿杨，而且咱嘛无熟识，若杯破斗，就醒起来。看陈姓讲话的开口，阿母紧甲伊的麦子囥伫桌顶。阿母讲：我自我了解，我毋是啥物奇怪的人物。讲实的，我当伫国家机关食头路。阿母讲到遮，陈姓煞互伊惊着，紧甲伫桌顶的麦子摕起来看。你敢是社工？即马伫台中市政府上班是无？无义务要甲阿母带转去，无见着人煞拄着社工。阿母应讲：顶日仔我伫街仔路拄着阿杨，伊要陪新年，无去学校读册嘛无伫厝。我关心伊，找所在互伊住。伊讲伊的心事，互我知。陈姓敢若顾看天棚附近迄拍闪烁的电火。陈姓阿杨毋是超工5月因阿爸，伊气喘喘离开因厝几若工，伊敢是有苦钱才会安尼做？阿母阁讲：陈姓是讲迄天你嘛伫现场，我真好奇到底发生啥物代？陈姓的面红讲，爱讲阁无爱讲，嘛毋是在送细，颠倒亲像有话讲袂出嘴。陈姓无要讲，阁惊今仔日若阁无甲阿杨谈，真正陪我。陈姓白死心，无爱放弃。伊固不离种甲社工解释，阮敢是为着眼神惹代志。阿杨问阮，敢
敢是你甲阿阳？你嘛莫惊死人，我是阿阳因阿伯，若会无照伦理行呢？你是安怎探听代志，互你讲甲有够含咧？阿有应，人生罕呐，欢喜就好。苦劝阿阳，我敢若这句话，但生问讲，苦劝阿阳，你劝伊啥？我甲伊讲，世事若会晓看破，你才会过甲较幸福。伊因阿爸嘛共款，借问你爱伊看破啥物代志？我甲阿阳讲，因阿爸甲因阿伯乱伦，就故在因莫阁看袂开。但是硬徛规半晡，才勉强讲多谢。世间若有上诚信的武器通杀人，但是希望毋甘愿说多谢会当互伊死。